高雄有一档建案，惊中昼发生公安意外，有一个临时工伫咧做地下污水接管工程时阵，这顶头说是放落来，甲人待伫咧内面。消防人员开点半钟才甲这工人救出来，不过迄个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了。陆港局也到现场稽查，才发现讲这包厢根本就无照规定做动土的设备，已经下令停工罚30班，也甲这个雇主移送地检署。 消防人员出大力求索，特拼时间救人。伫高雄新营区民生一路甲文营一路的这个建案，28中昼11点外发生公安事故，建商无小包的污水接管工程向阳崩塌，当咧接管的38个姓陈的临时工走袂有，待伫下底。倒落了，我就随跳落，我两个挖啊，结果我看到灰走出来了，无效啊。从下面穿越，在台电的线下面做衔接的时候，低强度掉下去压到这个师傅。 这6米长、2米宽、10米深的水管沟，顶面和台电的公路相接。当时工人伫台电的公路下对面，台电工地下对大约3米，有地下水渗透的所在，救援困难。消防队用山鸟甲双手甲拖，要几点钟才拖出来，已经无气，送医了嘛是救无转来。埋在土方大概3公尺左右，那我们也有。 配合这个怪手挖掘它旁边一些土方，然后配合我们那个特搜的人员一些特搜的技巧，才把它营救上来。对查原因，包厢讲有做安全措施，不过监视画面看到坑道边无护栏，路工局阁看到包厢嘛无做更班中回动这寡动土支持设备。初步调查呢是发现雇主在从事露天开挖作业时，没有依法设置挡土支撑。 这部分违反了《职业安全卫生法》第6条第1项规定。路工局讲，照这项法命令作业全部停工，采取30万块以下的罚款，而且甲雇主移送地检署追究刑责。以后嘛对共性质的工程加强立管检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